大家好，中秋節快樂！今日係10月6號星期一，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107期嘅六合彩中秋金多寶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2億0700萬，上期頭獎有人中，今期係中秋金多寶，估計頭獎基金可以達到8000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310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有陳建強醫生 SBS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姐嘅代表中星慈善社社長黃子達博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中星慈善社自1915年成立嘅，服務香港超過110年，致力回饋社會，發展多元化安老、教育及醫療救傷服務。而家喺本港各區設有護理安老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鄰舍中心及社會服務中心，並且開辦中學。多年嚟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創辦中星學院，推動終身學習，讓長者老有所學，加強幸福感。繼續與社會各界攜手，持續提升服務質素，推動社區關顧及共融各階層需要，守護香港社群福祉嘅。咁詳情可以瀏覽該社嘅網頁。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107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4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4。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7。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4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34。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5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5。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9。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3。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3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33。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5號、17號、19號、23號、24號、34號，而特別號碼係33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或者頭2、3張嘅派彩獎金，歡迎嚟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陳建強醫生 SBS 太平紳士以及黃子達博士，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同埋祝大家團團圓圓。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見啦，拜拜。